后来继续来看两个民间团体为KO高雄甲公民挂草行动联手发动的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行动，讲已经收到8万份的联署书，7月15进前要拼到10万份。另外，这2天是高雄的观光日，韩市长邀请大家到高雄佚佗。高雄市府观光局长讲，至少有20万人来到高雄，为高雄带来20亿的观光的收入。 民间团体为KO高雄以及公民挂草行动做合作进行，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收集联署书第一阶段已经过关，上新的联署份数破8万了。我们现在两边加起来，这个联署份数已经超过8万份。公布上新的份数嘛，行出来呼吁，希望伫7月15以前会当达到10万份，和罢韩行动的力量持续落。30万份的目标，我们希望在12月25号之前达标。 有人罢韩，也有人停韩。顶礼拜高雄市长韩国瑜动员支持者来观光，伫各大景点穿着国旗衫，人有够多，客家顶太太。观光局长潘兴旭对外表示，初6一天就20万人来高雄观光，这青吉饭店、大房率拢满啊。估计2天会当带来20亿的收入，换算落来，一个人平均是消费1万，这个数字比这个是碰风。高山区店家讲，东港人真多，是经过并无消费。 说你就是差不了多少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啦。如果是20万人的话，我们抓一个人是1万块的消费；如果是40万人的话，我们抓一天是5000块的消费。所以，我们取一个中间值是约定俗成，就是用20亿来做产值的预估。观光局回应，高雄市开门来欢迎人客，人来啊，自然就会当发财。